这一次的尝试是很有趣的，它来自于歌仔戏嘛，所以我们保留了非常大程度所谓歌仔戏舞台剧的那个元素在里面，但它又是一个影像的呈现，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种结合，就是我们的场景都非常的虚幻，因为是在阴间。那以设计师的角度，你觉得拍这部戏对你来说有没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这次是用舞台剧的形式来做，因为以前就是很扎实的搭一个实景这样子。就是我把它刷掉之后，原本都挂上去了，拆下来。蚊子帮我拿。这样。所以它会有一点点脆弱，那给你们之后，你们帮我好好保管它，也不要用力去压它或甩它，这就是你们的手机。哎，这样，一个这样，好，这样，快点。客栈点心味。